各位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正式講我哋嘅主題之前，都一樣啦，介紹下我哋今日有啲咩嘉賓啦。咁今日除咗有我 Eric 啦，仲有上次嘅 Phoebe 之外咧，咁我哋今日咧邀請咗一位我哋要重量級嘅英文老師阿 Jack。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k，係我哋歡迎。OK， 好啦，咁啊講咗咁耐，咁我哋今日講啲咩嘅主題咧？咁我成日都會咁樣覺得噶，即係老師呢個職業嘅人，除咗教育之後咧，最應該反思嘅嘢就係考試噶啦。因為嚴格嚟講，我諗考試喺教育當中咧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亦都佔咗我哋日常嘅工作入邊一個好大嘅部分。所以如果我哋一談及到教育嘅時候咧，好難避開會討論考試。所以今日我哋可能就係呢個機會啦，咁啊探討一下比較古老嘅一個題目：考試係咪必要嘅？咁但係我哋喺正式開始講之前，我諗都問下 Phoebe 啦，講下我哋有冇啲咩關於考試背景可以同我哋交代一下。喺討論考試之前，我想講一講教育嘅目的啊。翻去會考同 A level 嘅年代咧，其實嗰陣時我覺得香港嘅教育目的成日攞嚟篩選定義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會喺中三級可能又有一批人唔繼續讀上去啦，中五級考完會考之後又有一批人唔夠分，咁唔繼續讀啦，跟住去到中七又係啦，有一批人讀完之後唔讀啦。咁呢個就會令到咧，我哋最尾讀到大學嘅人咧，都係一啲好精英嘅人，都係一啲專業人士啊，或者係公司高層。咁就係呢個情況，嗰陣時嘅教育目的咧，就係會攞嚟篩選精英，而相對嚟講考試比較難啦，篩選到一啲好讀得書嘅人出嚟咯。翻返去而家啦，我覺得教育嘅目的慢慢咁趨向緊教育普及啊呢樣嘢。譬如我哋而家嘅12年免費教育啊，咁其實都令到大部分同學都可以讀到上中六，冇乜人係識字啊，或者冇乜基本學科知識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考試咧其實就係測佢究竟係識唔識呢個知識，掌唔掌握到。咁就唔會可能有以前嗰種考試一定會出到好難，令到一啲人可能已經讀唔到上去嘅情況啦。係，咁我講我哋討論考試之前，講教育嘅目的嘅原因咧，就係即係我哋考試可唔可以達至我哋教育嘅目的先？如果達至嘅其實冇問題，但係如果唔達至，其實就有個問題喺當中。咁當中我諗 Phoebe 啱啱都講得好重要，其中一個教育好重要嘅目的咧，就係一啲社會性嘅目的喺當中，可以幫到我哋社會做一個分工，做一個分流咁樣。咁我哋追溯翻我哋華人社會文化入邊，我諗考試比較貼近我哋公開考試嗰種形式咧，最早應該係源自於古代嗰種科舉制。而呢種科舉制嘅誕生，其實都喺當時嚟講，我諗係一種文明嘅進步嚟，令到啲人佢哋嘅職業未必受到佢哋個身世所影響，而係有一個公平嘅一種篩選嘅制度，令到大家咧可以有一個方式咧可以向上流。咁其實本身我諗科舉制度或者啲考試模式係一件好嘅事，但慢慢去到我哋現代入邊，好似演化成大家都覺得考試係一件唔好嘅事。咁又點解咧？咁考試惡喺邊咧？你哋覺得？咁我覺得最主要係要追溯翻就係我哋華人社會嘅文化嗰方面咧。其實大家知道咧，華人社會入邊咧，其實個階級觀念咧一路都好重嘅。相信大家都聽過長輩同我哋講啦，會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咁其實好潛移默化地咧，我哋知道華人社會入邊咧，好天然地已經覺得一啲藍領嘅工作嘅社會地位比較低一啲。喺華人社會入邊，只有專業嘅人士先可以擁有自己嘅社會地位啦，或者社會價值。咁所以喺呢一種文化入邊，我覺得考試慢慢演變咗一種功利嘅目的。其實每一個同學如果考試攞高分嘅目的，其實就係為咗競爭更加多嘅社會資源，為自己帶來一個喺未來更加穩定嘅工作同埋一個生活。咁其實呢一種咧係帶嚟一個惡性嘅競爭。點解係惡性呢？因為其實每一個同學都承受緊一種其實喺佢個年紀入邊好難負荷嘅一種壓力同埋焦慮。咁我其實覺得考試惡嘅地方，好大部分源自於係一個華人社會文化嗰個階級觀念太重嘅一個問題。我好同意啦。喺文化方面，我其實都幾有感受嘅。我哋個職業咧自帶咗一種階級觀念喺當中，仲要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係咪？我以前屋企人都咁樣講。人上人嘅呢一種講法咧，其實就係預設咗一種階級嘅存在。咁考試同埋呢種職業又有高度嘅相關嘅時候咧，當你考試考得唔成功或者未如理想咯，自然然咧就好似聯繫到你哋個社會地位比較低咁樣。咁所以會令到人哋好多壓力產生，令到好多唔好嘅事發生咁啊。但係除咗文化方面咧，就有除咗文化方面影響到我哋個考試變咗一種惡嘅嘢之外，仲有冇其他方面咧？的確啊，如果考試同我哋階級觀念冇聯繫嘅話咧，我自己覺得考試其實本身咧就唔係一種令人覺得痛苦嘅事嚟嘅喎。譬如就係我哋其實從事唔同職業都要考唔同嘅專業資格啦。咁譬如揸的士要考的士牌，
做運動教練要考教練牌，其實呢啲唔同嘅考試都係適合做嗰個行業嘅人先會去考，或者佢嗰個行業嘅人擅長先會去考喎。其實喺呢啲情況下，反而考到呢啲資格咧，佢哋會帶嚟成功感，而唔係對佢哋帶嚟痛苦喎。但係喺學校考試同 DSE 就唔同啦，我哋係所有人都係考同一個考試。咁其實我哋明明嗰啲同學係擅長於唔同地方嘅喎，佢唔係好擅長於讀書，但係佢就係要考嗰份卷啦。咁喺呢個情況下，佢就覺得我讀得好辛苦啊。咁喺呢個就係會令佢係覺得痛苦嘅來源啦。除咗考試制度之外，我覺得考試嘅內容都會令到學生覺得痛苦啦。咁譬如就係初中嘅時候，佢哋明明可以透過唔同嘅探究活動或者科學實驗去學習知識嘅喎，上堂就唔係淨係坐喺度聽老師講。但係一去到高中呢，佢哋就得返操卷，點樣攞分，有唔同嘅答題技巧。咁喺呢個情況下呢，就會令到學生覺得考試其實就係攞嚟提升分數去考 DSE。喺 DSE 度攞得高分，咁慢慢咧學習呢樣嘢就係由一個滿足好奇心去到競爭分數啦。同時，我覺得傳統嘅筆試咧都難以去測試到學生一啲創造力啊、合作能力啊、溝通能力唔同嘅呢啲多元智能啦。咁因為呢幾種唔同嘅能力其實係同職場掛鈎㗎。佢測試唔到呢啲技能嘅話，就會導致咗好多 DSE 攞得好高分嘅情況下，其實佢唔具備呢種技能嘅，就有高分低能嘅呢個現象啦，令到嗰啲好高分嘅學生其實適應唔到喺呢個職場上面。我諗幾 relate 啱啱 Phoebe 講嘅嗰一點就係、其實考試本身係中性，但係當我哋強迫每一個人用同一個標準底去衡量佢哋咧，其實自然就扼殺咗佢哋個人發展。我成日都咁樣形容而家嘅考試模式就好似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咁樣。其實自然就會形成傷害。我諗我哋一直咁樣討論咗好多關於考試上面有啲咩唔好嘅地方，有啲咩問題。但我諗我哋再盡心多一步講嘅就係，咁其實係咪必要呢？如果唔係必要，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可以幫我哋下一代規避呢一種惡局。其實考試以外有冇其他出路呢？你哋覺得其實考試係咪必要嘅地方？如果考試必唔必要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好取決於嗰個社會嘅目標係啲咩啦。咁如果去翻我哋香港社會嘅教育嘅目標，最主要係為咗培養一啲能夠服務社會嘅人啦，同埋將一啲唔同嘅勞動力去分門別類咧，去安排一個適合佢哋嘅工作環境同埋一個工作崗位俾佢哋。咁其實呢樣嘢比較難以取代，因為點解咧？我舉個例子，例如啲所謂專業嘅工作啦，就係一啲醫生啊、律師啊或者係會計師咧，比較專門嘅學術研究啦，所以佢嘅硬件同埋專業知識嘅要求方面係比較多，所以好自然地考試入邊攞到比較高成績嘅同學都會比較適合喺呢一啲嘅方向度發展。咁所以喺呢一個例子入邊咧，我哋知得到其實硬件知識咧，其實係成為咗一個有效同埋客觀嘅標準，因為佢提供咗一個可量化同埋一個可比較嘅標準，俾到學科同埋同學自己去篩選，究竟佢自己適合做一啲咩崗位，佢應該自己嘅社會定位究竟係邊一度。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香港社會考試係必要嘅。除咗考試可以促進到社會分工之外咧，考試其中一個必要存在嘅地方就係可以俾到一啲基層向上流動嘅機會。正如英國哲學家培根所講啦，知識就係力量啦。好多人都係透過知識去改變命運嘅。咁翻去古代科舉嘅制度，就係正正由科舉制度嘅出現，其實就打破咗古代上品無學門嘅呢個局面啦。咁令到好多明明佢嘅祖先係冇做過官嘅，咁但係佢都由呢一代開始就可以做到官啦。咁所以我覺得考試都係必要存在嘅，唔係嘅話就令到一啲基層嘅同學難啲可以有向上流嘅機會啦。我覺得考試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可以確保社會嘅流動性。聽完你哋兩位講咧，我諗最主要必要嘅原因就分兩樣嘢。第一樣嘢就我哋似乎冇更加公平嘅方式去篩選人才。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確保社會流動性，設考試係一個好嘅方法。考試好似喺社會上面扮演一個好重要角色咁樣。我試下講下其他唔同內容嘅嘢，俾大家參考下。我哋香港有冇可能嘅？即係我哋可以參考一下其他啲我哋冇考試嘅啲國家，即係北歐、芬蘭啊咁樣。佢哋咧冇一種好標準化嘅考試，好多時候咧係老師啦透過日常觀察個學生課堂嘅作業，甚至嗰個學生同其他人嘅一啲互動，同埋佢自己嘅自評底下咧，去盡量評估嘅。咁樣嘅方式去替代考試，其實都可能做到社會分工，係咪？如果將芬蘭嘅呢種方法放喺我哋香港嘅話，你哋又覺得可唔可行呢？
其實呢一種方法去教育咧，當然係會令到同學壓力比較細啦，同埋亦都可以達至到一個同學真係發展自己所長，去到發展自己有興趣嘅一啲學科知識上係好有幫助啦。但係喺香港社會嚟講咧，呢一種嘅評核方法好多時可能會被家長啦或者社會各界去認為嘅就係主觀性比較重一啲，因為當所有同學嘅評核都只係建基於一個老師嘅意見嘅時候咧，其實好難以抹殺咧有一個偏見嘅存在嘅可能性，所以佢認可性同埋個客觀性會比較低一啲。咁或者再深入啲探討點解係呢一種方法喺香港唔係好 work 啦。其實我哋好重要嘅一樣嘢就要睇翻其實西方同東方嗰個文化觀念上面其實有個好大嘅出入。西方社會嘅文化咧係福利主義行先。福利主義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佢好着重於有一個社會資源嘅公平分配，去到每一個有需要嘅人。當一個人去到佢晚年嘅時候，佢為社會付出咗好多。喺西方社會入邊，佢會有一個合適嘅崗位，俾佢可以安度晚年，有足夠嘅資源去俾到佢有一個安穩嘅退休生活。所以變相咧競爭性咧其實係唔需要太大。咁喺呢一種嘅文化入邊，教育唯一嘅意義就變咗做真係啟發思考，同埋着重於嗰個人嘅全人發展。但係相反，東方咧有一種唔係好健康嘅文化，就叫做功利主義咯，叫做。咁其實功利主義係咩呢？好簡單，舉個例子啊，譬如有5個由細玩到大嘅同學。當佢哋中學畢業之後進入咗職場，有一日佢哋約翻出嚟食飯。當其中有4個都係專業人士做緊，譬如醫生、律師、會計師，任何呢一啲比較專門嘅工作咧，剩低嗰個會覺得自己已經攀唔到佢哋啲同學同一個階級，自己好難同呢一啲社會上流嘅人去繼續交流嘅時候，其實佢會選擇慢慢去疏遠呢一班同學。由此可見咧，其實喺個東方社會入邊，呢一個社會階級觀念其實真係好重。所以咧，考試成績就成為咗競爭社會資源同埋上流嘅唯一出路。咁所以呢一種考試制度其實喺香港好必要，同埋北歐嗰種方法好難喺香港度運行，就係咁嘅原因。除咗北歐係福利社會同我哋香港有好大唔同之外咧，其實香港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地位喺度嘅，就係國際金融中心。所以我哋作為一個咁大嘅一個層面上面，我哋好需要一個標準、透明、公開嘅制度去篩選我哋嘅人才或者佢哋適合嘅行業。咁所以就係以老師主導評估一個同學嘅話咧，個公平就難啲去界定咯。咁所以喺香港都難啲實行到啦。我諗都係嘅。第一樣嘢就我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係咪好強調認受性？咁所以既然認受性好重要嘅時候，考試評核嗰個客觀性就好重要。咁客觀性好重要嘅時候，就冇辦法真係單單一個老師自己主觀咁樣去做一個評價，同芬蘭上面有啲背景有啲唔同。另外就可能就好似啱啱所講，可能真係個社會文化上面真係我哋有差異嘅。咁所以我哋未必咁好咁快可以效法到芬蘭嘅嗰一套。咁但係既然我哋考試未必可以剔除啦，換咗第二種評估嘅方式啦，咁有冇啲可能止下血啊、貼下膠布嘅方式，令到咧我哋嘅考試唔係咁相中咁惡咧咁樣？你哋有冇啲咩可能老師上面嘅一啲意見咧？咁我哋頭先既然抨擊咗咁耐階級觀念呢樣嘢，我覺得點樣令到考試冇咁惡咧？我哋可以喺文化層面度去慢慢去改善嘅。譬如就係我哋嘅觀念唔好將職業分為3、6、9等啦。咁其實我哋慢慢都做緊呢樣嘢㗎啦。譬如我哋香港最近都討論咗好多運動員拎咗好多唔同嘅獎啊。譬如就係攞奧運金牌嘅張家朗、游水嘅何詩蓓咁樣，我哋都會覺得做運動員其實都係一種出路嚟㗎喎。咁然後譬如而家好 hit 嘅 YouTuber 同主播都會令到我哋覺得原來呢啲職業其實收入都唔錯㗎喎，都係一個成功嘅職業嚟㗎喎。呢一啲唔同嘅成功嘅例子都會令到我哋覺得其實唔淨係專業人士先係代表成功，原來其他唔同嘅職業都可以嘅。咁就住呢個唔同背景嘅情況，我就覺得我哋其實可以建立多啲唔同多元嘅出口同職業嘅通道啦。譬如就係可能多啲技巧嘅出現啊，咁令到唔使一定要去考 DSE 先入到大學，其實唔同呢啲技巧都可以令到佢哋有一技之長，令到佢哋可以入到唔同行業去發光發亮嘅。咁慢慢都會令到我哋唔會咁執着最尾 DSE 嘅成績啊。咁其實就係反而揾到佢哋一技之長先係最重要嘅。我都幾同意啱啱 Phoebe 所講。我諗單一嘅價值體系底下咧，先令到整個社會都係一啲受挫嘅人。咁所以我諗其中一樣嘢，我哋想消除少少階級呢種文化的話咧，我諗個社會或者個教育上面要有足夠多選擇嘅路俾我哋嘅學生，
同一時間亦都要有足夠多成功嘅案例，先令到可能啲父母咧有呢個信心，有呢個安心咧，俾個小孩子咧喺呢個教育制度底下，可以往唔同嘅方向去發展。咁但係除咗文化層面方面咧，即係可能其他層面方面，其實都會唔會可以做少少手腳咧，令到個考試冇咁昂咧？或者其實微觀啲咁睇咧，我哋可以喺個考試內容嗰方面做一啲微調啦，令到成個考試唔需要話惡嘅，同學真係可以從個考試上面審視到自己究竟喺某一個單元或者某一個知識上面佢嘅學習進度係點樣啦。或者我舉個例子啦，我英文科咧，其實好多時大家做 reading 嘅時候咧，譬如做一條 long question， 我哋好多時對答案嘅時候都會老師同你講A、B、C 呢3個元素一定要有晒喺同一條題目入邊，先係叫做攞分。呢一樣嘢都 remind 咗我咧，其實好多時我哋而家香港嘅學習咧，好建基於係點樣攞分，點樣去到跟住一個特定嘅框架去作答，點樣去跟住一個特定嘅框架去表達自己嘅想法。其實我覺得可以做一啲微調嘅，就係例如喺 reading 入邊咧加多少少咧，就係呢一個開放性啲嘅題目。開放性題目真係咩意思咧？就係唔好有太多規範，真係主要去考核嘅內容咧，就係學生嘅表達能力、佢分析嘅能力、佢嘅創作能力。點解要專登去考核呢一啲內容呢？或者要考核呢一啲能力？因為呢一啲能力其實更加符合未來社會需求。我相信呢，其實某程度上係為未來嘅社會準備緊一啲更加符合到未來社會環境發展嘅一啲勞動。因為咧以前有個老師啊，都幾深刻嘅，就係佢講話作為一個老師，唔係要教我哋識嘅嘢，而係教啲學生需要嘅嘢。我諗個考試制度都係。即係我哋唔係要評核個學生佢識咗呢一樣嘢，而我哋評核完出嚟，我哋社會需要嘅一種能力。其實都幾俾呢度啱啱阿 Jeff 講到嗰部分。咁除咗個考試內容之外，係咪我諗評核嘅方法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方式？其實冇錯啊。咁其實作為一個數學老師啦，咁我見西方國家嘅數學題咧係比較着重過程嘅比分，而非最尾個答案分嘅喎。其實喺呢個情況下，嗰個學生就唔會咁着緊一定要計到啱嘅答案啦，可以諗下點樣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計同一條數嘅。咁或者可能喺成績表上面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用唔好出排名呢個方法去減低學生對於喺分數或者喺成績嘅壓力啦。咁老師其實可以單單淨係俾一啲文字嘅回饋俾佢哋，描述嗰個學生可唔可以掌握到嗰個能力。譬如我哋喺呢個學科上面，佢能力掌唔掌握到啊？喺一啲關於創造力啊或者溝通能力嘅方面，佢又掌唔掌握到啊？就好似我哋打機咁，我哋出一個六邊形咁樣，係啦，佢就可以俾學生知道邊個係佢嘅強啲嘅地方，邊個係弱啲嘅地方，佢就可以喺強嘅地方可以繼續發展落去，都可以慢慢咁樣補足佢弱嘅地方啦。咁同時老師都可以俾一啲成長方向佢啊，或者佢可以繼續點樣做咯。咁個學生就唔會咁着重於喺分數上面啦，佢可以着重於佢點樣喺邊一個方向度改善咯。咁我就覺得咁樣會更加促進到學生嘅成長咯。Phoebe 都講咗一樣嘢，係幾多我哋從事教育人嘅一個盲點嚟嘅。我哋成日都覺得要評估就梗係要考試啦，但其實可能諗真啲都唔係，未必有必然關係。即係我哋唔排名代唔代表唔可以做評估呢？又唔係。我諗我哋往後嗰種評估嘅方法可以有多啲唔同嘅變化，係我哋可能教發展嘅方向。咁但係我諗今日時間差唔多，但係最後嘅最後啦，我自己咧，因為點解會好想講呢個題目咧？因為考試呢件事咧，對於無論老師啦、學生啦，甚至家長啦，都帶嚟好多焦慮。咁所以咧，最後嘅最後都想有一番嘅説話同大家講。如果你覺得考試帶俾你好多焦慮嘅咧，我希望你聽埋先啊。一個比較耳熟能詳嘅道理咧，就係我哋成日諗一件事咧，將佢睇得越嚴重咧，你就越害怕佢嘅失敗，造成嘅壓力就越大。好似我哋喺18歲咁樣，我如果考唔到上大學嘅，我覺得哇，望出去個天，成個都係灰色。20歲可能失戀，覺得呢個世界毀滅咗添。但喺我哋50歲嘅時候回望翻，其實呢啲所有都係一啲所有人生歷練。所以我諗，當然面對考試梗要認真咯，係咪？但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要認清，考試可能就係人生嘅一部分，即係從來都未去到定生死嘅地步。所以我諗，無論將來啦、社會啊或者環境嘅文化上面點樣改變都好啦。我諗面對考試，我哋因上努力啦，果上隨緣。咁希望咧係我哋最後想同大家講嘅嘢。咁今日我哋係咁多謝。